那福寿楼了，福寿楼的轮了，福寿楼的轮了。本来这个隔板是放在这水沟挡水的，挡水要加那个木板从后面顶住，不然水力量很大会把它冲走。然后那个有破洞了，有破洞，你看，水会这样流。外面你看水很高。农历的快要4月15了，啊，有的都在收割了，水稻第一期收割，4月早，农历的4月早。然后今年干旱了，水库缺水了，所以今天礼拜4和礼拜天，水库那个什么排水口就要关了呢，不放水了。反正水沟啊，还有剩余一些可以用土袋挡起来，储存啊，保存啊，存，保留一些水，然后可以灌溉啊，浇那个菜要用。